来，这嘛是闹热的场面。澎湖海湾灯光节，明仔载登场。这个是以海岛乐园为主题，有这个水舞，有建筑光雕的投影，佮有真水的 LED 的装置，甲互动的灯区。较可惜的是，迄座注定美人鱼色水的搭配有一点欠点，但是因为这个讨论度真高，嘛意外替这个活动拍出着知名度，制作话题。 缤纷的水舞搭配灯光甲音乐，现场变甲真梦幻。2020澎湖国际海湾灯光节就要开始啊！今年加这个水舞，也有海底世界的光雕导演。今年的水舞很漂亮，就是很特别，突破以往。 配合歌声，会使控制灯光，除了这个趣味互动的灯具，现场有这句是美的 LED， 美术是水晶帘幕，加上镜的反射，美术加入动画版的强电。这摆以海岛乐园为主题，运用科技将艺术的作品结合海洋的生物的元素。是讲这摆美人鱼的主灯，有一寡游客对伊的色水有意见。今年的那个颜色，我觉得配的不太好。我觉得可以再加油一点。当初就是反应的时候，模已经做了，所以只能做局部的修正。 是讲主灯好看还是歹看，这在人介意的。多元的灯光内容加上讨论度遮悬，嘛意外替这个活动创造未少的话题。